有人在药材里动了手脚。夫人，是千机散。千机散？根据这药材的反应，投毒量不大。如果正常的皮肤倒无所谓，如果皮肤受伤了以后，那么毒性就会有所发作。轻则呢，浑身抽搐，半身不遂；重则口吐白沫，当场毙命。这不是要毁浩雪堂的声誉，这是要人命啊！查，从工人到药材商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侯爷，侯爷你来了，侯爷快坐。不必了。浩雪堂新出的飞晚霜，听说效果不错，给你带了一瓶。大夫人的手艺，婉儿向来仰慕。只不过像水粉霜这样的东西，效果因人而异，而且婉儿有自己平时用的水粉霜。现在就是。侯爷，不愿意？当然不会。侯爷送的东西，婉儿怎么会不愿意用？只不过这2天，婉儿的皮肤不太适，所以我帮你涂。不用了，侯爷。你早就知道用的人，轻则半身不遂，重则暴毙当场。侯爷，婉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请侯爷不要逼我。逼你？夫人，我自己做的事不敢承认。婉儿是被冤枉的，是不是大夫人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婉儿愿意当面跟他对质。事到如今，还要狡辩？狡辩？侯爷，你是知道的呀，婉儿向来都对你忠心耿耿。自从你把婉儿娶进门以后，虽然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婉儿，但婉儿都觉得没关系，只要能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婉儿就知足了。但是你为了哄大夫人开心，就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我头上，婉儿的心也会痛。当年我为了你连清白都可以不要，但聂桑雨可以吗？当年受辱之事，真相究竟如何？你离家出走，你爹托我去寻你，结果遇到你受辱，我于心不忍把你娶进门。你真如同表面上那么懵懂无知吗？聂桑榆被鞭打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。婚礼上是他捅了你？不是我。还是你自己扑上去的？不是。当年那群土匪，是不是你找人设计的？婉儿一心向着侯爷，你整天跟大夫人耳鬓厮磨，婉儿还要装出一副不争不抢、温柔大度的样子。婉儿也是人啊。但聂桑榆哪里比得过我？如今已经证据确凿，檀香已经招供，今日就把你送回京，交大理寺处置。聂雨轩，你既然不愿意相信我，我愿意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。演够了吗？带走。是。走。杨雨轩，夫人。走。所有
闹剧也该结束。你来的正好。檀香已经招了，是温婉让人在飞晚霜中下毒，想用此招让你身败名裂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居然宁可以牺牲别人的性命为代价，也要这样做。可见他有多恨我。他恨你，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我。如果我当初不把他娶进门，是不是就没这么多事了？以前我们两家是世交，自从我们家出事之后，鲜少有来往。爱吗？不过如今证据确凿，他们自会受到惩罚。放心吧，以后不会有人再算计你了。希望一切都好。那种植药材呢，也一定要因地制宜。什么叫因地制宜啊？比如说，大家看啊，这个野菊花，还有蒲公英，这些就是在荒郊野岭都可以种的，种植难度非常低，也易存活。可是我们从来没种过药材呀，万一种不出好的药材怎么办？是啊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有一种植物呢，叫做草药，听过没有？这些种植难度很低的，我们就可以先从它来入手。我会专门定期请有非常丰富种植经验的人来给大家讲解。来，乡亲们，大家听好，以后呢，刘家村就是我浩雪堂的供货商，你们的药材我全包了。这样子，大家既不用担心你们的药材卖不出去，我也不用担心供货商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真是太好了！我保证，以后我们的村子里啊，天天有鸡吃，有酒喝。这下好了，我们以后的日子有着落了。是啊，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知道你要离开水燕居了，这些老爷公子啊，都快把我这门槛给踏破了。是啊，水姐姐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好了，我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些花呀，你们都拿去吧，送给你们了。好吧，姐姐给了就拿着吧。啊。乖女儿，你再考虑考虑好不好？你想想啊。咱们水燕居的头牌水娘子的告别演出，那是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来看的。哎呀，大不了赚来的银子，我分你我分你70%，行不行啊？现在终于舍得大方一回了。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？只可惜，本姑娘这次也要大方一回。我的告别演出已经预定出去了。预定出去了？不是。谁这么大面子啊？你来啦。其他人还没到吗？
今天晚上的演出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鬼白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前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拥有一个自己的院子，然后在院子里只给自己喜欢的人跳舞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以后都跳给你看。姑娘不必辛苦了，能看到姑娘为我一个人跳舞，鬼白已是诚惶诚恐。其实我离开水燕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，而给我这个勇气的人，其实是你。谢谢姑娘的欣赏。如果我是那个让你做决定的人，那鬼白承受不起。鬼白还有职责在身，先告辞了。鬼白，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意吗？还是说，你就是和其他人一样，对我以前的身份加以介怀？鬼白对你的身份从来没有任何介怀。你既然不介怀，那你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？我给不了你幸福。姑娘误会了，鬼白对姑娘只有欣赏。再无其他感情。怎么教人种药材这么累啊？到时候等药材好了，让你去收，你会更累。哎，小姐，我可做不来这种活啊！我看木须他5大3粗的，挺有劲儿，让他去呗。哎，小慎又说我坏话。哎呀，木须，准备什么好？饿了吧，夫人？早就准备好了。你也太狠了吧，木须！你就让我吃这个啊？哦，夫人，您可能不知道，这些天要到老侯爷忌日了，全府上下要吃3天素的。老侯爷忌日？你们吃吧，我去看看他。宁雨轩，你。醒醒，宁雪，醒了？你是不是又做噩梦？那你好好睡。我走了。你能不能躺下来陪我一会儿？什么？躺下？
我刚才做噩梦，是不是又抓到你了？没有啊。只是，你怎么又做噩梦了？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，所以不跟别人同床？知道我这个秘密的人啊，要么就被我杀了，要么就守住我一辈子，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你选哪个？你又逗我！我这毛病啊，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儿。大夫说我受了刺激，所以会一直做噩梦，一直做。是不是跟你爹有关啊？我爹当年死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。大当家蔡文正当场反悔，他们就在我面前杀了我弟。那年我5岁，我那时候只能一个人拖着我爹回家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，那些仇恨就一直折磨着我，然后就变成了噩梦。搅得我一直不得安宁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让你提起这么伤心的事情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怕火了。已经好很多了。不怎么怕火了，所以噩梦也会越来越少的，对吧？以后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如果你爹今晚再入你的梦，那我就会告诉他，宁宇轩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他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他还有我，他会比以前过得更好，也会越来越好。我也想告诉你爹，请他放心，我也会答应他，答应他好好的照顾你一辈子。
客官，您看看这件，这件礼服的设计啊，裙带飘飘，而且加宽了腰封，会衬托出心腹的腰姿婀娜。您再看看这件，这件的设计啊，是领口处做了加宽，会凸显出心腹的脖梗曲线。侯爷这是要给夫人购置新服。看看喜欢哪个？还有这些，都挺好的。那就多看看。怎么这么麻烦啊？那么多款，怎么挑？姑娘家嘛，哪个不希望自己出嫁的时候漂漂亮亮的呀？肯定是各有各的喜好啊。您多看看。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当掌柜这么久呀，看的最多的呀，就是女顾客跟小姐妹一起来选衣服。哎呀，很少看到男子来为心上人选衣服。公子，真心难得呀。哎呀，多看看啊。鬼白，你去约水娘子明日出来帮忙，快去。侯爷，这皓雪堂也不远，您自己去更有诚意。我是怕让夫人察觉了，毕竟这事还得是个惊喜嘛。去吧。鬼白，侯爷后半辈子的幸福，全掌握在你手里了。好，侯爷既然这么说了，鬼白一定办到。好嘞。水姑娘，你来干嘛？来，给您试一下。是来找夫人的吧？她在后院。不是。那你不是来找夫人，也不是来买东西，那肯定也不是找我。我是来，我皓雪堂很忙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就回去吧。怎么样啊，几位？有没有更好的呀？啊，更好的，那你们试试这个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水蓝霜。哦，来，看看，你也试试。不错，好香啊！喜欢吗？那我们来2瓶吧。好嘞，来。哎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。还有这一款可以看看。
明日未时，海坊之一铺，务必一人到来。水姑娘，明日未时，海坊之一铺，务必一人到来。这谁约你呢？鬼白刚刚来了，他给我留下的。鬼白，他开窍了。哎呦，他居然主动约你啊！哎，那明天要不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些浪漫和惊喜？然后他只约我一人，而且鬼白胆子很小，你要是去了，吓到他怎么办啊？我有那么吓人吗？好吧，那我就在皓雪堂乖乖的等着你们约会顺利的好消息。账本拿给我看一下啊。你这儿都记错了啊！回去好好改改。哎，姑娘，你要买点什么？随便看看。不用了，我等人。等人啊？等谁啊？水姑娘，大人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啊？那个鬼白呢？哦，其实鬼白是替我找你来的。啊？原来他就是客官的心上人啊！哎呦，真是惊艳绝伦，难怪客官如此痴心。不，老板，不是的，误会了。误会了。你先去拿点衣服来吧。好嘞。大人有话就直说吧，我会尽力帮忙的。其实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我想给我夫人一个正式的名分，所以别人有的，她也得有。只是这挑选礼服太过于复杂，所以我请你来帮忙一块挑选。我知道，大人就是想让我试一下礼服，对吧？哎，要是大人信任我的话，我可以啊。当然相信了，多谢水姑娘。没事。来，客官，您看一下。这大人，哎呦，姑娘您穿这套可真合身呐！没有，大人，夫人穿上会比我更合适的，你觉得呢？就要这套了，老板结账。哎，好嘞。大人，你这么良苦用心，夫人会很高兴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水姑娘，此事我夫人那边还请。放心吧，我会保密的。多谢水姑娘。刚才怎么不说话呀？侯爷，自从水姑娘知道不是你约她来的之后，眼神中充满了失落。我都能看出她对你的意思，到底怎么想的嘛？侯爷，
我不懂这些的。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我是一个侍卫，一直伴随刀剑生活，而水姑娘期待的是一个安稳的家。我不敢对她做出承诺。鬼白，虽然你从小进入我宁府生活，成为死士，伴随我出生入死，但是你也应当拥有自己的人生。厮杀拼搏，不用成为你生命的全部，明白吗？侯爷不必多言，我已经想好了。鬼白愚钝，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，而这件事就是守卫侯爷的安全。开窍。王爷，我找你来，是有事要让你做。我听说这次皇上大会转运使的位置，目前还是空缺。转运使，想要制衡宁宇轩，这是最合适的位置。过去我把持海方，光是扶持海贸行会和蛟龙帮，就投入了不计其数的银两。如今，宁宇轩主理传播司，相当于扼住了我的咽喉。王爷的意思是，让我成为转运使，以督察监理之名制衡宁宇轩。如果我当上了转运使，想必大家乐见其成，皇上也会少一些非议。属下一定尽最大努力争取，不负王爷期待。另外，我还听说，此次皇上大会获得头筹的商号，其商号的主事会成为新任的会长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打算扶持自己人，继续占得海贸行会会长之位，为王爷挽回海方的损失。几成把握？属下此行必破釜沉舟。药材都备好了。哎，秦公子来了。雪儿，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自己拿？我来帮你。来，坐。那个大夫人、水娘子啊，你们吃不吃蜜饯？不用了。哎，秦公子，我看你已经连续2天跑到皓雪堂来，你要是没什么事，我雇你得了，反正你也没正经事干。谁说我没事干？马上就要忙起来了。来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要跟你们说。你还有正经事？那当然，过来。什么事啊？听着，今年的皇商大会圣上定在海方举行。海方？消息绝对准确。聂老板，你这飞晚霜在海方如此有名，要是赢得比赛就能成为皇家供货商，这可是绝佳机会啊！是啊，那到时候咱们的银子，他不得拿车装啊？就知道急，那人家算账的当然要算钱了。我就喜欢你这样持家子走算账去。好嘞，你怎么想的？当然要去了。我也觉得，你说这种好机会怎么能少得了皓雪堂呢？就是。但是宁玉轩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而且他最近总是神出鬼没的，不应该啊。哎，我说话呢，听没听见？听见了。我觉得他可能，毕竟事关皇商选拔，事情那么多，那忙忘了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可是我觉得有客人来了，我去招呼一下。啊，我还没。两位这边请。诺雪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发现宁玉轩最近鬼鬼祟祟的？这几天好像是有点奇怪，总是神出鬼没的。你也发现了？他是不是有事瞒我？
这我倒没觉得。没有吗？怎么了，夫人？我总觉得我知道了。啊？他作为皇商大会的负责人，一定知道很多选拔的内幕，对吧？啊！但是他不想让我去问他，所以故意躲着我。一定是这样。那夫人，你要不要去问问侯爷？我当然不会啦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怎么能利用身份之便随便去打探这些消息啊？我要公平竞争。能吧？宁宇轩，你在吗？宁宇轩。我倒要看看你鬼鬼祟祟瞒着我干些什么。红纱？他这里怎么会？好你个宁宇轩，敢背着我养女人了是吧？啊，长本事了呀！啊，让我逮着了吧？你看看，这是谁的衣服？真的是，还有一件，你还敢？鬼白累了，你还是赶紧求婚吧。我知道啊，本侯有自己的计划，不需要别人来管。还不告诉我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怎么黑眼圈都出来了？哎呀，真可惜。这成婚当日，怎么能不是最美的呢？夫人，鬼白，来干嘛？这糕点是市集新开的铺子做的，给您的。你拿回去吧。我现在要减肥，就不吃了。侯爷说了，这个您一定喜欢吃。他说的啊？那既然是他说给我的，我就收下了啊。既然糕点送到了，那夫人请慢用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还是你懂我。这是什么？季曼，愿用我的3生烟火，换你一世迷离，嫁给我，成为我真正的妻子，好吗？怎么样啊？我有没有一点点想要答应的感觉？侯爷，
我想答应没有用，要夫人答应才行。哎，出去吧你！哎，花！哎呀，我的花瓣呀！暮雪，桑葚，来，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怎么，是不是显得气色不太好？好看！大姐要不要换一个？不用，跟你的衣服特别搭。发誓呢，我要不要再戴个项链或者是那个耳环什么的？不要，这样特别好，真的。啊，小姐，你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啊？你今天又换衣服，又化妆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就是保密。保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夫人打扮的这么好看，肯定是去见侯爷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小姐风华绝代，难道就只能有宁玉轩一个人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宁玉轩不好。今天晚上呢，只许我自己去，不用任何人跟着我，知道吗？小姐，那怎么行呢？这天都黑了，你一个人去哪儿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放心吧，走啦。可是曼儿，爹，老爷，爹，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哎呀，傻孩子，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就过来找你来了。走，咱们进去说。不进去了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换地方说。啊？都2个时辰了，还没完。哎，鬼白，你确定东西都送到夫人手里了？送到了。本侯在里面放了纸，他应该看到了吧？侯爷还放了纸。我，哦，哎，侯爷，哎，夫人来了，快准备啊！侯爷，穆许刚刚回县衙传消息，说夫人在皓雪堂门口跟着一位老先生走了。老先生？对，穆许说他不认识那位老先生，只听到夫人叫了声爹，桑葚叫他老爷。夫人跟着走了后，便没再回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小的告退。侯爷，他回来了。谁呀？归海一刀。爹，你干嘛带我来这儿啊？咱们去皓雪堂聊，不是也一样吗？咱先不着急，先在这儿聊聊天，叙叙旧。哎呀，可终于让我见到你了。这几个月我去京城寻你，一无所获呀，可把我担心坏了。好了，爹，我知道错了嘛。女儿不应该不跟你打招呼就去京城，害得你这么担心。老爷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小姐，她之前失忆了，把我都忘了。失忆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！快，哎呀，让我好好看看。爹，你看看，女儿都好了。还认识爹吗？我认识啊，怎么不认识啊？那就好，爹就放心了。快，你坐。哎呀，爹，你以后啊，你就去皓雪堂找我。而且我跟你说，现在皓雪堂是我自己开的，你想去就去，这有什么呢？随时都很方便。这爹啊，刚刚回到海坊，也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，咱们直接相见，要是被宁玉轩看见了，他会起疑的。你不用担心，爹。那宁玉轩呢，已经知道我是季曼，也知道我是你的女儿。什么？他知道了？对啊。那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，爹？他又不是鬼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曼儿，你有事瞒我？没有啊。
没有？真的没有？好，那我有问题要问你。说。你是不是还有一个私生女？胡说！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。不可能啊！之前我之所以被误认为是宁玉轩的夫人，是因为他们说我跟他的夫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才会被阴差阳错的带进宁府。我思来想去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另外一个女儿，这件事情也太巧了吧！快起来坐。哎呀，这世上巧合的事多了，相貌相似也不奇怪啊。如今爹回来了，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。你呀，还是回归自己的生活。归海号才是你的家。我知道，但是爹，我这件事情回去跟宁玉轩商量一下，然后再做决定。我现在不着急回去。你本跟他毫无关系，回家为何还要跟他打招呼？怎么叫毫无关系呢？在海方，我的身份是他的夫人，大家都这么认为的。你说，如果我的身份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那他在这儿还怎么做官？会给他造成麻烦的。你顾好自己就好，怎么处处替他打算呀？老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宁玉轩就是小姐去京城寻的心上人。哎呀，曼儿，你不会告诉爹，你们已经好上了吧？没好呢，现在还没好。可是有这个打算。胡闹！你不能不清不白再住在他的县衙。哎，我们可没有不清不白啊，爹。我跟他清清白白的，我们都是各住各的。怎么，你们还想住到一起啊？哎呀，好了，爹。这样，你今天先回去，然后我还有点事，明天再来看你。你还要去哪儿啊？咱们好不容易团聚，你就不陪陪爹？我当然陪了，但是我今天晚上有点事。不行，爹已经回来了，就不能让你再继续住在他们县衙。我今天晚上真的约了他，我真的有事。你必须和我回到船上。哎呀，爹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？我真的有事，我今天晚上真的不能。不行，走，就得跟我回归海号。哎，小姐。爹。宁大人在外面，宁大人来了，宁大人来了，谁？侯爷！哎，赶紧给他叫进来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老爷的人在外面守着呢。啊，对呀。对。哎，你俩去给他支开，快去！啊，去吧。你昨天是不是等了我？等了我很久啊！多久都等。我担心你嘛。你爹真是的，这么匆忙把你叫回船上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哪有什么事啊？我爹就是觉得我住在县衙，身份多有不便。那你别担心了，这事我来解决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？你看这眼圈都青了，哎。啊，丑了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是很好看。
你说你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哎，我去解释一下这事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多想了嘛。我爹很开明的，而且他以前就说过，我不管喜欢谁，他都支持，所以我才会去京城寻你嘛。也是啊。对啊。毕竟你那是千里寻夫啊，还是得好好感谢一下你爹。哎呀，你怎么老拿我打趣？哎呦，想死你了。谁呀？爹。爹。伯父好。爹，这个是。宁大人，既然来了，何不通报一声？私下会面，成何体统？晚辈宁宇轩，拜见季先生，向季先生赔不是。大人是官，老夫是商，不敢受大人此礼。爹。季曼阴差阳错，和我的夫人聂桑榆互换了身份，本该第一时间告知先生，只不过也是最近才查清其中缘由。但让先生担忧已久，是我的不对。也是我的不对。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清楚了。既然大人已经说自己的妻子是聂桑榆，那希望大人明白，曼儿不能顶替大人的妻子，不清不白地住在大人府上吧？爹，我失忆和宁玉轩没有关系，而且现在误会都已经解除了。那其实什么？你要一辈子叫聂桑榆吗？我没有。你爹的意思我明白。其实我也不想让季曼顶着别人的名字生活，我本就打算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。带着聘礼，求娶季曼，做我唯一的正妻。不过因为二品高敏夫人的原因，明媒正娶是真，但可能暂时没法以真名示人。但有待来日，我一定把这事办妥。好，但是我归海一刀认准的女婿，必然要有2个品性：一诚实，二耐劳。大人在小女的身份上对外失了诚实，至于耐劳嘛，大人作为海方县令，身居高位，有什么事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，何来耐劳啊？爹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其实宁玉轩做了很多好事，而且也给海方的百姓谋了很多福利，这些都是您不知道的。那又如何？这都是他应该做的。宁大人，海方的贸易离不开码头，那么码头工人每日做了几十工，赚得多少钱？有没有不公现象？你作为地方官，可有了解呀？码头的事情都是蛟龙帮在管啊，爹。多谢季先生提点，皇商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码头自然会比平时更加繁忙。有些事的确应该是大人不必多言了，你我之间没有公事，更没有私事，求亲之事不必再提。从今以后，曼儿必须住在归海号上，不能回县衙。不回县衙？为何？我已经替大人想了一个办法，曼儿能名正言顺地出府。什么办法？和离。爹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和离之事我不同意，还请先生三思。至于其余的，我会努力做到。不知先生是否给我个机会？爹，大人公务繁忙，就不耽误大人时间了。大人，请回吧。桑葚，桑葚。大人，您先回去吧。
再跟我爹好好说说。季先生，宁某告辞，但我不会放弃的。爹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处处针对他呀？我怎么了？我什么话说错了吗？你，爹，你之前不是跟女儿说过吗？你说女儿喜欢谁都行，女儿喜欢谁你都支持。你怎么今天说话不算话，出尔反尔呢？曼儿啊，你喜欢谁都行，但是啊，就不能喜欢宁雨轩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年少无知，你被宁雨轩给迷惑了。以后啊，不许你跟他来往。爹，女儿都已经长大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知道自己喜欢谁，女儿清楚得很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想跟他成亲，这个谁也改变不了。与他成亲，我不同意。那与他和离，我也不同意。